扶贫基金会总执行长于宝运特地从马来西亚飞到香港，为了一对相隔两地的母女传达彼此思念之情，完成他们俩无法相见却深深挂念的心愿。媽，我帶咗個兒子一個人，就得你一個喺屋企啊？小婆婆你好，我係嘅，我打電話俾你嘅。哦，你慢慢嚟。你慢慢問啊。你睇晒未呢封信？你未睇晒？你我讀俾你聽冇？我讀俾你聽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讀俾你聽下。佢講：首先我感恩師姐俾呢個機會寫呢封信。我嘅家人，我好想念你哋。文字好難形容我對你哋嘅想念。我恨對不住你哋，真係好對唔住。我知道我冇做好一個女兒嘅責任。亦冇做好一個母親嘅責任，更加冇做好一個家姐嘅責任。但係錯事我已經做了，亦不能回頭了。我也懺悔了，以後我要做一個新的人，亦希望你哋能原諒我。我知道你哋已經原諒咗我了，雖然10幾年我哋失去一齊生活嘅日子，我還有4年就會再見你哋一齊生活。我有好多話要講，好你好嘛？我好想你，有女朋友了嘛？工作順利嘛？和同事們還好嘛？工作壓力一定係會有嘅，適當的時候記得一定要放鬆自己，要多去看婆婆。如果有事可以揾我表哥商量，或者老豆傾傾。我在這裏什麼都做不了，只可以祈禱俾你哋，我的親人們，願你哋時時平安、健康、幸福滿滿。阿彌陀佛，你女仔，多謝你，唔使多謝我嘅，我同你有緣嘅。係啊，都係多謝你。多謝你哋，你要照顧好自己，然之後咧，你女女會翻嚟嘅。4年，仲有4年你就翻嚟噶啦。4年好長時間啦，真係呢班長又唔係好長，呢班唔長又好長。而家唔過10幾年啦。係啊，10幾年。媽媽呀，我想你，沒有一個夜你我好孤寂，我時常把你惦記。媽媽累了，你就好好休息。媽媽呀，我想你，是你讓我鼓起了勇氣。我們約好了吧，約好了吧，來世在這裡團聚。